来看台南市中西区透早8点外就传出火灾，总共有4间店面火烧，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来拍火，好佳在无人伤亡。有民众表示讲，这是有一台轿车去弄到变电箱了后，就发生火灾。不过到底敢是这个原因，也该等待警方进一步来调查。 联动的几啊间店面传出大火，乌烟窜到天顶，消防队员赶紧游去水线抢救。台南市中西区找一透早就无冰清，29号透早8点半左右，府前路一段传出火警，消防队赶到的时阵，现场已经有几啊间店面陷入火海。虽然春节期间拢无营业，但是火势已经向两边的店家也有客家燃烧。商户的那个铁皮店铺，它已经都是一片火海了。 那因为它第2面跟第3面有紧邻民宅，所以我们到达现场就是先出水线去做第2面跟第3面的阻隔燃烧。为着让灾害降到上低，消防队全力灌救，火势伫咧透早9点半左右受到控制，加在无人员伤亡。但是火警到底安怎发生？现场有民众向消防队表示，敢若是因为有电箱去车弄到，才引起火灾。有民众跟我们 说明啊，就是说有一部自小客车哦，它去撞到路边的那个台电的变电箱之后，那个店铺的电线就着火，然后随即就发生火灾了。现场确实有一台白色轿车，车头弄开去停在路边，后边一座中华电信电信箱已经被弄甲密密麻麻，内底电线设备散甲规涂骹。警方表示，驾驶敢若因为食感冒药啊头戆，才会开车弄路边的电信箱。 但是是毋是就是火警的原因，也搁爱调查厘清。公司新闻台南报道。